各位，政府數據顯示，私人住宅一手潛在供應量再創有紀錄以嚟新高。不過樓價升勢未止，亦都繼續創新高。政府加大力度推出地皮，推高未來一手潛在供應。運輸及房屋局數字顯示，截至3月底，已落成嘅貨尾單位有8000伙，連同未出售嘅樓花同埋隨時可動工嘅熟地，未來3至4年嘅潛在供應量升至96000伙，再創04年有紀錄以嚟嘅新高。上季私人住宅落成量按季增加近1成3至4400伙。但係私人住宅施工嘅步伐就減慢，首季嘅施工量只係有2500伙，係2015年初以嚟最少。雖然第一季嘅數字可能係偏低，但我相信下一季同埋之後多一季，今年嗰個數字係會回升翻嘅。唔相信有個供過於求嘅情況啦，市場正常情況底下應該完全可以吸納到嘅。雖然私樓潛在供應增加，但係樓價升勢仍然未止。差餉物業估價署公佈，上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再創新高，按月升幅更加擴大至2%。5期內無論係中小型單位或者大型豪宅，樓價都上升。面積少於430平方尺嘅單位升幅最大，按月升超過2%。有發展商預期下半年樓價升勢會放緩。咁由年初到而家嚟講啦，咁根據代理朋友佢俾我哋嘅數字咧，咁大概都係升到5到7%到啦。咁所以下半年嚟講咧，應該都仲有少少升幅嘅。咁但係係咪仲好似上半年升咁多咧？我自己覺得就都未必會嘅。樓價升，連帶租金亦都上漲。私樓租金指數連升4個月，上月按月再升0.5%。無線電視記者曾希文報導。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下個月8號會到澳門視察3日。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下個月8號至到10號南下澳門視察3日。澳門政府發言人話，張德江係應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嘅邀請，了解澳門最新嘅發展情況，期間會發表重要講話，並會見各界人士。澳門會喺今年9月舉行立法會選舉。據了解，主管港澳事務嘅張德江亦都會同澳門立法會議員會面。張德江係喺舊年5月曾經嚟過香港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當時曾經去到政府總部同問責官員同埋高級公務員會面，了解本港嘅施政情況，亦都安排同泛民立法會議員會面。有報道話，外界關注後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唔會帶同新班子前往澳門同張德江會面。後任特首辦發言人就話，林鄭月娥冇到訪澳門嘅計劃。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明報道。港鐵觀塘線月初出現故障，九龍塘至觀塘列車服務中斷超過2個鐘，港鐵按機制要罰款300萬。今個月10號挨晚放工繁忙時間，觀塘線出現電力故障。港鐵喺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會議上話，初步調查顯示係彩虹站附近2個用嚟固定架空電纜嘅裝置鬆脱，導致跳掣。港鐵話有關裝置組件未老化，已經送交獨立專家化驗，又檢查咗800個同類型號，並且安裝喺類似環境嘅裝置，確定全部狀況良好。按罰款機制，港鐵已經撥出300萬，出年透過票價優惠計劃回饋市民。另外喺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嘅特別會議上，有議員不滿港鐵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喺檢討後未有改動。港鐵嘅票價調整機制維持以通脹率同埋工資指數計算，另外未來6年再有0.6個百分點特別扣減。至於回程9折優惠就改為最少半年用八達通每程3%回贈。有議員認為優惠屬於小恩小惠。機制你係要真係要睇下係咪有邊啲地方可以改動，令到市民長期可以受惠，就唔係個別俾半年幾多折你啊，俾幾多個 percent 回贈你啊，你唔好做到一個即係俾人覺得係雷聲大雨點少咁嘅印象咯。建議呢，政府同港鐵咧應該喺一個方程式裏面呢加入一個盈利指數啊，咁呢就可以避免咗呢一方面見到港鐵年年呢係賺大錢，另一方面呢又大幅加價。
政府解釋難以要港鐵小股東同意改變直接驅動方程式嘅票價調整機制。我哋講得好實在嘅嚇。喺港鐵公司嚟講咧，就當然啦，佢係一間上市公司，佢都要維護啲小股東利益啦。咁喺一啲牽涉到公司根本利益咧，當然政府雖然大股東，我哋唔可以凌駕呢個小股東利益嘅。另外有議員建議港鐵將鐵路沿線小巴轉乘優惠擴展至巴士，港鐵話無意咁樣做。無線電視記者陳少豪報道。西貢有小巴同客貨車相撞，3個人受傷。警方話客貨車朝早6點幾沿西沙路往馬鞍山方向行駛，駛到水浪窩附近時懷疑失控，越過對面行車線，同專線小巴迎頭相撞。兩部車嘅司機受傷被困，一個小巴乘客亦都受傷。現場一度實施單線雙程行車。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路透社專訪，話唔希望喺北京協助向北韓施壓之際，同台灣嘅蔡英文通電話，為大陸製造麻煩。特朗普月初喺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兩人一齊散步。特朗普星期四接受路透社專訪，觸及中美敏感嘅台灣問題。被問到會唔會再同蔡英文總統通電話，佢話唔希望喺北京協助對北韓施壓之際，為習近平增添麻煩。I've established a very g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really feel that he is doing everything in his power to help us with a big situation. So I wouldn't want to be causing difficulty right now for him. He's doing, an amazing job as a leader, and I wouldn't want to do anything that comes in the way of that. So I would certainly want to speak to him first. 蔡英文早前話希望能夠有機會同美國政府更直接溝通，唔排除再同特朗普通電話。佢舊年12月曾經致電特朗普，祝賀佢當選總統，引起大陸不滿。對於近日朝鮮半島局勢升溫，特朗普形容北韓核威脅係全球面對最大嘅挑戰。There's a chance that we could end up having a major conflict with North Korea. 雖然美國亦都調派航母到朝鮮半島海域，又一直擺出強硬姿態，但係特朗普話仍然希望透過外交途徑解決。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就透露，中國一直有同北韓溝通，並曾經警告平壤，一旦核試會實施制裁。They confirmed to us that they had requested the regime conduct no further nuclear test, and in fact we were told by the Chinese that they informed the regime that if they did conduct further nuclear test, China would be taking sanctions actions on their own. 蒂勒森未有詳細交代中國會實施邊方面嘅制裁，而佢星期5將會主持聯合國安理會會議，爭取各國支持向北韓實施更嚴厲嘅制裁。無線電視記者姚嘉欣報導。美國聯合航空同月初被強行拖離機艙嘅乘客達成和解，但冇公開涉及金額。早前被強行拖離機艙，表明要控告美國聯合航空嘅69歲杜醫生，佢嘅代表律師宣布雙方達成和解協議。不過根據協議條款，和解金額將會保密。由於聯合航空願意為事件負上全部責任，杜醫生亦唔會再控告芝加哥當局。芝加哥航空管理局拒絕評論和解協議，至於涉事嘅3個機場警員目前仍然停職。聯合航空發聲明話對達成和解感到高興，行政總裁穆尼奧斯再次就事件道歉，並且形容今次係公司嘅轉捩點，承諾會改善政策，希望贏返乘客嘅信心。航空公司又提出10項改善措施，包括減少超賣機位，並且提高自願讓出機位賠償至最高1萬美元，除非涉及保安問題，否則唔會要求已經登機嘅乘客非自願放棄機位。另外，只會喺遇到安保問題嘅時候要求機場警員介入，部分措施即時生效。唔少乘客對於賠償金額提高至1萬美元感到詫異。It's almost an absurd amount of money. It's almost like you kind of hope you are bombed. 10,000, that's unheard of. I would absolutely take that.